它这个位置是在海尾寮排水的一个下游哈。海尾寮排水没有整治之前，常常就是在安庄路这边呐哈，还有芝山店呐，然后整个朝皇宫这边整个都会淹水嘛哈。那陆陆续续在经过这几年的整治以后哈，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朝皇宫这边已经没有再淹水了。那为什么没有淹水呢？因为我们第一个就是把我们的海尾寮排水的下游哈，把它渠道拓宽了，然后设置了2个抽水站，一个叫海环抽水站，另外一个叫海尾寮抽水站，好，就这2个抽水站设立完以后哈，那整个在下游这一部分呢，已经就很少有溢淹的情况。但是在中上游的部分呢，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来解决哈。那所以我们就想在13店啦然后安庄路啦，然后在总头寮新寮这边设一个抽水站。设置完以后呢，我们就是想把这个整个一个滞洪池呢，再利用现有的渠道当做滞洪池来利用哈。这个完成了以后，对整个安南地区海尾寮排水淹水的情况会大幅的改善。鉴于去年呢凯米台风所下的急降雨，造成我们整个安南区部分地区的一些积淹水状况，我想安庄抽水站能够有效的改善我们安南区，特别是我们的海东里、原店里还有西新里特别是海尾寮排水这个水系的相关周围能够让大家更为安心。有这对海尾大排了过来渐渐的拢有差，尤其是迄个安庄路以前说安庄河，安庄路这条迄个这条还有清过了，东安路这条路含先有清过了，差不多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特别在汛期开始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安中抽水站的设置情形。目前为止已经完工了。在过去安中抽水站没有设置之前，还有这个海尾寮抽水站没有设置之前，其实这边不管是朝皇宫或者中间的地区，因为地势地洼的关系，每次台风或者短延时强降雨都会造成淹大水，那最高会及胸部所以说这个蛮严重的。那也因为设置了安中抽水站安中抽水站还有条抽水站，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1秒钟可以抽24 CMS， 就是24公吨。这样当闸门关闭以后，把这个内水然后抽到下游去，那这样子的话，让中间就不会淹水了所以说对于民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的保护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18号礼拜3的中港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成立60大学已经14年，现主席为了让长辈学员在课后嘛会当有优质的休闲交易空间，特别设计5000级的2间联谊教室，甲一间用 AI 科技所打造运动健身教室，算是全国首创。台南应用科技大学伫教部署长、两方企业董事长以及永康区长等贵宾的见证，为该校60大学交易空间落成，重面热热。面对超高龄社会，该校超前部署成立60大学已经14年，除了有丰富的师资课程等2系列，室内设计系师生更进一步配合学校，规划2间专属的联谊教室。有舒适的空间，会当一面临冠军等级的嘉宾，一面耍游戏放松。这款大心的服务，和长辈讲下课拢无想要回去，真正是5000级的享受。什么设施我都很满意因为我家没有这么舒服我们中午下课的时候可以到这边来用餐、喝咖啡所以学校对我们呢。以我们以老为尊，感谢学校为我们设计这么好的教室，真的5星级，比5星级还好，还有咖啡可以喝。台南应用科技大学配合教育部推动60大学投入很多的资源，希望说这是一个开始。
然后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对于台南地区或者整个台湾地区的对高龄的人口做更多的服务。除了休闲放松的联谊空间，来到长辈专属的运动教室，更有专业的教练来训练大家，同时结合 AI 器材，让长辈在使用当中刺激脑力活化加反应力，达到预防失智失灵的效果。活动筋骨能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让末梢神经还是增加记忆力，增加活动力。科技的应用其实不是刚刚让长者带着时代那样，它其实在它对于身心的那个认知其实有很大的帮助。那这样可以防止我们现在所谓的失智或是老化。那这个东西其实对国家很重要。我们常常讲说后面最好不要去吃药用到健保，其实很重要就在前面这边。可以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场所跟好的一个相关的这些设备跟方式。那我觉得学校特别是大学就可以这方面资源是比较丰富的。那我们非常感谢了台南应用科大愿意在这方面投入这样的资源，然后来嘉惠我们。就参像校长所讲的，这款设备启用只是一个开始，希望透过学校的抛砖引玉，带动台南市成为健康乐活、高龄友善的示范城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推广60大学，学员为70多位增加到200位。18号透过成果发表，嘛展现长辈学生的向心力以及快乐学习，充满活力。随着音乐课师生专业的演奏加乐器的小解，就是要让台南应用科技大学、60大学的长辈，以后有兴趣嘛，拢会当来学习。开始介绍持续导入内部甲外界软硬体资源，特别伫这一档外来，让学员对70几位倍数增加到500-200位，真无简单。18号学员伫德公园中心透过113学年度的成果发表会，除了有静态手工编织甲抓泥的缠绕画，也有动态舞蹈、歌唱等在地表演，会让看出大家向心力甲快乐学习，将每一摆演出全力以赴，收获满满。同学来到这边，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健康，要有活力，要快乐，要有良好的学习环境。所以我们这边同学都非常的活泼活络所以相处得非常好。觉得说来这边可以学习到我们之前只是家庭的生活除外，可以学习一些技能才艺，而且多广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我是觉得来这边受益良多。去来这边最主要是交朋友，然后呢，让生活有趣味性，那至于能不能学到精，我想呢，这个是每个人的兴趣不同，那因为我这一方面是我们继续努力在做，那也因为这样子，有很多人呢就特别的感兴趣。我举例来讲，今年我们2月新招的班。有5位是从嘉义来的。校长杨正宏嘛专程到场为学员代表颁发结婚证书，强调该校善尽社会责任，开放大学的资源，就是鼓励长辈行出来交朋友，还是体验新的知识。学校应该善尽社会责任，尤其是学校有艺术学院，我认为这一个部分可以开放让乐龄的那艺术学院里面有音乐、美术、舞蹈、流行音乐系，我想这些。对于乐龄的来讲，应该是很好，尤其是台南是一个文化艺术的城市。那如果有一所大学可以把资源开放给这些民众来讲，这样子对于整个城市的发展变成有益的城市，我想应该有很大的帮助。台顶不管是编舞或是音乐，拢是长辈家己所一手包办，展现伫大家感情。除了展现活力甲自信，嘛早互大家上解真实的感动。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豪芳义歌艺发展协会举办第6届台南市义长杯歌唱比赛，吸引真侪嘉义唱歌的朋友来参加，互因有一个表演的舞台。现场阁特别邀请艺人王彩华担任贵宾，气氛非常热烈。
艺人王彩华几首热线你和我，差在现场气氛，由何方仪歌家发展协会、抗市议员沈振东下班的议长杯歌唱比赛迈入第6届，一直以来鼓励侪侪爱唱歌的乡亲时代来报名参加，嘛透过唱歌来疏解情绪。跳舞活动身体。2025年已经迈向超高龄，所以很感谢侯方仪歌艺发展协会所有的团队、理监事及理事长在努力推动我们歌艺的发展之外呢，更关怀更多的长辈，呼吁长辈们可以更多的人群出来，可以一起来歌唱、来运动、来跳舞。这比赛呢，也在讲真的很优质，感谢大家的参与，有准备我的黄金红包袋，还有现金摸彩，我们今年特别。歌家协会只会准备丰富的奖品礼金，登台唱歌的选手拢发挥实力，互比赛更有看头。身为台南的查某囝，家人王彩华也搁特别捐赠2万块给协会，希望大家每天拢会当欢喜唱歌，开心的唱，然后快快乐乐。我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何方仪歌家发展协会对109年成立到今已经5年，当中嘛培养出侪侪专业的歌唱老师，平常时推广歌唱技术，嘛参与侪侪公益活动。未来将透过多元化活动及课程，吸引更较侪人对着歌家喜爱。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正觉社区18号伫正觉幼儿园举办安全教育宣导，邀请警校单位来教小朋友救人甲自救的知识，运用丰富甲趣味的活动，让每一位小朋友拢收获满满。正觉社区每个月定期举办各项宣导活动，这次来到正觉幼儿园，甲小朋友分享居家安全甲救人自救的各项知识。今天的话，主要是到我们里内的正觉幼儿园来做一个妇幼安全，然后消防，还有交通安全的一个宣导，就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的可以快乐的成长。那就是我们都会定期的到幼儿园来做一个宣导的活动，然后跟我们的幼儿园老师们就是做一个连线。那有什么问题或状况的话，都可以及时跟我们的里长或者是守望相助队的一些干部啊做联系。那今天这个宣导主要希望带给小朋友一些什么样的知识？主要的话就是在家啊用火安全啊，或者是在外面，如果今天跟爸爸妈妈出去的话，可能要注意到交通安全，或者是说防范一些犯罪等等。然后最主要是现在的家暴的问题的话，其实蛮频繁的，那就是希望可以透过一个宣导，让小朋友们了解说家暴啊，或者是性侵害这些的案件，然后如果真的发生了，要怎么去做求助。消防人员现场展示各项救灾器材，让正觉幼儿园的小朋友大开眼界，同时也让小朋友亲自体验救人的分秒必争。掌根放这里，要掌根，然后身体往前，身体往前，身体要往前，往前倾，屁股要起来，屁股要起来，对，这样用力，用力啊！好，压一下，2下、3下、4下、5下、6下、7下、8下、9下、10下，好。好 ，OK， 好，很好，掌声鼓励一下，排长。正觉社区透过活动宣导家庭暴力防治、居家防火观念、急救技能等知识，号召社区邻里共同参与，也让小朋友自细汉认识各种安全观念。若是遇到紧急状况时，嘛会当救人甲自救。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伫遮。特色美食报你知，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以一人精神制作海鲜饼的食品集团，伫安平打造虾仔饼观光工厂。装潢充满海洋风情，佮结合在地海鲜的特色佮文化创意，互参观的游客了解虾仔饼的制作过程，是亲子教育的好所在。
而且嘛将带动安平甲老街相关的观光。拉下红布条，这间由知名海鲜饼干品牌斥资1.2亿所打造的180坪观光工厂正式开幕，选址在安平靠近市区一带，设计融合在地意象，更充满海洋风情，还有伴手礼商店、虾饼 DIY 体验与导览活动，让游客深入了解虾饼的制作过程。高兴能够看到潮龙宫能够为台南的美食又加一，而且又增加很大重要的一个点。这个地方一定未来成为观光客的重要打卡点。要把人拉进来，这才是在我们观光产值当中很重要的关键。厂区融合海鲜饼干产业、文化创意与观光资源，打造出兼具教育、娱乐与产业价值的亲子旅游新亮点。尤其从1.0版本的传统炸虾饼，一路改良成3.0健康烘烤版酱烧虾饼，让其在食品业界当中脱颖而出。强调无油、健康、少油40%，又更强调我们的传统手艺又好吃。所以呢，3.0虾饼会再席卷一次我们整个安平市场的虾饼，口味又众多，然后油炸的部分也不会到说很咸跟油腻，然后比较以健康取向。场内有多款创新产品，包括烤鱿鱼丝、蜜饯果干等等，以及虾头熬制汤底的拌面商品，展现品牌对在地原料与创意料理的运用。业者未来计划于彰化、宜兰、花莲等地，以龙宫为主题，建立在地观光工厂版图，将台湾海洋文化与食品产业推向国际。记者说怀腾的报道。中和华新街有真侪异国美食，其中真有人气的一间年地店，是主打南洋美食甲饮料，亲像新加坡的奶茶、缅甸式的咖啡，以及各种的千层饼、甩饼等等。而且真特别的是，有一系列榴莲风味的餐点饮品。现主时因伫板新路顶开新的分店，提供中和民众更加侪选择。位于中和板新路上的元宝奶茶店，凭借着道地的亚洲风味料理与香浓滑顺的招牌缅甸拉茶，逐渐成为在地饕客心中的早午餐首选。每到用餐时段，店内总是座无虚席，等候品尝甩饼、吐司与千层饼的顾客络绎不绝。其中一杯拉茶更是不可或缺的人气饮品。老板是缅甸华侨，2013年起便在中和华新街以推广南洋美食为初衷，贩售缅甸拉茶、咖啡、千层饼、甩饼等道地餐点，甚至推出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榴莲风味料理及饮品。如今元宝奶茶于板新路开设分店，将这股来自南洋的饮食风潮持续延烧，也为中和地区的早午餐市场注入新的选择。我们是比较属于印度、缅甸跟新马的那种异国风味的一个组成的一个异国风味料理啦。从就是2013年开始，从华新就是中和区的华新街那边开一家总店，那现在是去年11月开始，就是开始翻店，就是开始把装潢把那些就是把再整齐弄一点，再舒适一点，咖啡厅风格的就是异国风味的一个店面。我是比较想要推广，就是让台湾这边大家知道缅甸的文化，或者是新马的那种，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那种文化，就是早餐跟那个就是异国风味的组合嘛，想要推广到台湾的市场。元宝奶茶店的老板表示，希望透过一道道熟悉的味道，把缅甸的家乡记忆带来台湾，也让更多人认识缅甸的料理文化。除了推荐招牌的缅甸拉茶外，榴莲甩饼与千层饼也都是店内热销的招牌，深受本地与外籍顾客的喜爱。自己也是一个缅甸华侨，所以这个就是这些食物，缅甸当地也是有，所以想说自己去研发一下，就是当地的口感跟台湾的口感，要去调整好，去研发这大家接受的口感。我们招牌拉茶是我们独特自己进口的茶叶去冲泡，然后再搭配就是炼乳奶水，那我们不会加任何的蔗糖的东西。那
那冲泡的过程也是比较独特的方法，它是跟应该是空气去结合，它把它的那个拉茶的口感比较绵密。如果敢吃榴莲的话，那个榴莲风味的大家都还蛮多人喜欢的。那如果今天不吃榴莲的，那芭蕉甩饼也是还蛮多人点的。对，那我个人比较推荐是也有千层饼，这是我们手工打出来的，这是饼。那它饼就比较外脆内软，那它搭配炼乳，它是比较基本的口感。这个是小朋友啊、大人啊都会下午茶或早餐都比较适合，我也蛮推荐这个。而在奶茶店用餐的客群多元，包含台湾民众与来台就学的缅甸留学生。不少顾客就表示，每一道餐点都让人惊喜，味道新鲜又层次丰富，下次一定还会再来。这次我要吃那个榴莲饼，录音里不来的，别的。对，那还要喝什么？奶茶，缅甸奶茶的，我喜欢的。家真是喜欢的那个缅甸那个吃早餐的。就是刚好住在附近经过，然后想说对新马的料理还算蛮有兴趣的，所以就刚好走进来，就顺便吃一下。今天点了，我想吃吃看他们的开亚 toast， 就是因为在开亚酱在台湾不太好买，对，然后还有吃他们的那个新加坡啊，这是开亚 toast， 这是新加坡吐司，然后还有附他的那个水波蛋，对，然后还有他们的拉茶，好像是他们的招牌这样。随着中和成为多元文化交融的区域，像元宝奶茶这样融合异国风味与地方情感的特色餐饮，也成为推动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让人们在一杯拉茶、一份甩饼中，不只吃到满足，更感受到文化的温度与故事。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小花曼泽兰是世界百大外来入侵种的草木，繁殖力非常的强，成长的速度非常的紧，严重威胁到本土草木的生存，有劣势杀手自称。桃园市政府每一档拢会举办收购的活动，鼓励民众做伙清除小花曼泽兰，而且今年佮甲收购的计价为每公斤5块，调悬到8块。俗称绿癌的小花曼泽兰是世界百大外来入侵种，繁殖力强，生长速度快，会缠绕并威胁本土植物生存，有绿色杀手之称。每年10月是繁殖期，桃园市政府为了守护生态，每年都会举办收购活动，鼓励民众一起清除小花曼泽兰。今年更提前启动，并且把收购价从每公斤5元调整到8元。小花曼泽兰呢也有做一个收购的计划哈，我们欢迎我们的民众朋友哈，那在自家周边哈有小花曼泽兰部分呢，可以直接把它来清除哈。那我们过去的收购价是5块哈，那我们今年特别呢，那涨幅了我们今年特别提升了60%哈，那就是每公斤8块来收购哈。那希望能突破过去我们每年能够收购超过3000吨以上的这个数量哈。小花曼泽兰的侵害会导致树木跟其他植物无法进行光合作用而枯死。小花曼泽兰是藤本植物，喜湿而且趋光性强，一天内可以生长2.7公分。无性繁殖能力极强，难以根除，用除草机还可能造成蔓延，只能人工刨除。因此，桃园市农业局希望大家能一起努力清除绿癌，保护环境。那尤其小花曼泽兰可以说是我们的绿癌哈。那树木在这个小花曼泽兰这个攀附之下呢，可能会造成它没有办法吸收到阳光的照射哈，造成我们的树木的枯萎哈。地球只有一个哈，我们也希望大家来举手之力哈，来维护我们的生态平衡哈。那所有收购到的所有大家清除的这个小花曼泽兰，也可以缴交到我们各区的公所，在11月底之前呢，送到我们的公所哈，每公斤我们就可以8块钱来收购。桃园市农业局每年都会举办小花曼泽兰清除收购计划，去年在大溪、龟山跟龙潭收购量就超过2800公斤。小花曼泽兰收购从即日起到11月30号，每周1、3、5可以到公所农经课办理。提醒民众，收购价格是每公斤8元，不足1公斤就不予计价。记者赖伟一台报道。新北市永和区福和国中7年级的园游会，有一个班级不是卖美食、卖饮料。你是用创新的方式来卖电子册甲文创商品，呈现一个微工智能 AI 主题展览，充分展现创新教育的成果。咱做伙来看卖。
新北市永和区福和国中近日盛大举办第44周年校庆，校方特别举办7年级园游会，并纳入环保的理念，激发各班师生的创意。其中722班学生们有别于其他班贩售饮料、冰品和食物，以创新的方式呈现微光之路 AI 主题展览，成为全校焦点。展览结合 AI 科技与数位输出，让参观者亲身感受科技与艺术的融合。福和国中校长陈君武就表示，透过 AI 科技和数位输出，呈现出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成果，让他印象深刻。这一次在7年级园游会里面有一个大亮点，就是我们722的微光之路，他们透过这个 AI 去输出很多的影片跟图卡，然后去让孩子发挥创造力跟集体的合作能力，然后看到我们孩子们都可以透过彼此的合作去创造出运用现代的科技创造出新兴的作品，这是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然后透过数位的输出，然后透过数位的产品的生成，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给我们孩子支持。722班的同学们也分享自己担任实习策展人的心路历程，期盼日后大家在学习的道路上一片光明。电子书跟文创商品，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做的 AI 的音乐，然后我们很多东西都是用 AI 辅助完成的，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向成功迈进，然后成长，然后希望我们的尽头是一片光明。对，我们大概是准备到最后，大概前几天才差不多的准备好。老师多少有给我们一些指导，但大部分还是尽量想要让我们自己完成。就是主要就是跟外国厂商还有那个家长协调的部分才是靠老师，大部分包括文创啊，还有设计图案这些工作内容都是由我们独立完成，这也是老师想要让我们达到的主旨。对。而班级导师看到最后的成果，也给予同学们肯定，感谢孩子们这段时间的付出。筹办园游会的时间不太多，因为一直在处理班上的一些事情，然后后来慢慢就变成是这个样子。那当然，我们为了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之后，我们就是有做很多的一些解决问题，然后解决问题到后来就是你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展场的规模后来变这么大，我们有15个人参与这次的文创创作，然后我们还有很强的影音部门，同学有做很多的广告，对，还有甚至我们还有模拟记者，然后同学的能力在这一段时间其实有很大的提升，然后你也可以看到我们这次虽然有很多印刷品，但是我们会做到是一个友善地球，可以做到 SDG 12，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消费者，我们所有的展品还有我们所有的印刷的东西都会再利用。微光之路展览不仅展示了学生的创意与技术，更体现了福和国中在推动创新教育上的努力与成果。福和国中表示，期盼同学们未来秉持关怀包容、感恩珍惜的精神，在健康快乐有爱的环境中成长，成为一个有温度的福和人。记者肖世宏新北场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1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
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